今日这位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5月初1。今仔日经文是诗篇22篇25节到31节，阿摩司书第9章第7节到15节，马可福音第4章30节到32节。今仔日的主题是中见。中见是啥物？是讲伫信仰顶悬有啥物款的意义？台湾的教会大概伫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差不多30年左右，因为咱台湾经济开始稳定，礼拜堂也到着应该爱清修的时期。去细汉的时阵，时常听着讲某一个教会会来改建啦，要重建啦，嘛看真侪家庭甲旧厝拆起来啦要重启啦无论是这的家庭，还是讲教会礼拜堂因甲这个旧的物件，旧的礼拜堂拆起来，建筑拆起来了，物件嘛拢弹起来，起着即种较咱讲洋楼即种的形式的厝，总是听人讲著旧的代志已经过去，一切拢要变做新的所以旧拢弹掉啦即种起旧换新的方式嘛做成有一段时间台湾教会历史的物件来消失啦传统的一寡好的用品真歹去找着甚至有一寡礼拜堂迄个牌匾拢放伫边仔咧咒堂压雨晒日。即几年来也搁看着台湾搁兴起另外一个潮流，叫做复古。复古的潮流，真侪少年人真爱伫迄个旧的建筑的中间去找即个历史的痕迹依次迄个旧的礼拜堂建筑，也是讲旧的即个建筑物，然后做一寡整修来开店，吸引即个人客。去看到迄个历史建筑的即个价值啦看当人类家己的历史即个文化的部分，会通帮助咱思考咱是啥物人。阿摩司书即个先知的时期，以色列人以色列国是即个亚罗波安的2世统治啦犹大国是乌西雅来统治，北国伫军事顶悬算真强盛，国土也有扩张，但是因为甲迦南这偶像的崇拜高甜甚至得罪上帝，互上帝无欢喜因为因迄个祭典拢是形式化的，因此上帝差派先知来预言因将来要受到毁坏。当然嘛有看见异象来显示以色列人被掠了后，好若亲像即个草蜢来攻击亲像大火安尼来吞灭。虽然安尼，上帝犹原有存着怜悯的心，应允要将伫将来要恢复以色列人。当因面对即个被毁的圣殿，也有中间的愿望，会通讲上帝伫迄个审判的中间阁有重新复兴、中间复兴的一个愿望来赏赐互以色列人。这是上帝赏赐互以色列的，嘛是赏赐互咱现代每一个基督徒的中间这个概念有真侪无共款的角度，也是程度以及方式。咱昨分享伫这个加州附近、洛杉矶附近的这个海底，发现2万几桶的这个有毒的物质。伫1972年进前迄个时阵真侪工厂拢甲即个要弹掉的物件
等咧海底安尼啦吼。即种生态的破坏要搁来恢复重建，当然困难度真大啦吼。但是呢，嘛毋是讲袂当做啦吼。但是讲咱若莫去破坏是较好啦吼。人类总是需要为着家己所带来的遮个灾害，付上某一寡程度的代价。以色列人所面对的狩猎啦、圣殿被毁啦，基本上就是安尼啦吼，付上代价。最近咱看见台湾所发生的这个警察局的事件。这个事件伫发展的过程的中间，阮若摆拄着会当互伊恢复的关头，但是所谓的这个官官相护的文化下面，却是错失真侪摆的机会，互警察的声誉伫这个恢复的这个目标搁较困难。目前来看，好那亲像只有咱真流行咧讲的一句话，讲叫做打掉重练啦吼，规个拍掉扫扫的了要重做安尼啦吼，才慢慢会当重建人民对这个警察的信心，重建台湾警察的这个次数啦吼。圣殿的重建其实嘛是安尼，耶路撒冷被毁虽然是来自伫外力。但是却是因为以色列人本身因的背离，对上帝的背离。重建上帝是上帝享受以色列人的应允，也是讲怜悯，因为上帝怜悯，所以因才有法度安尼。嘛，因为上帝的慈爱，嘛，因为上帝的恩典，互因会通搁一届来归回吼。咱讲重建归回，这是袂当分的一个概念啦吼。所以伫意义的顶悬，重建圣殿其实迄个建筑物是基础啦。较重要是重建人甲上帝的关系。归回倒转去因的故乡，其实咧指的嘛是咧指甲上帝的关系。重建是咧重建即个硬体的建筑，却是咧展现人甲人、人甲上帝的关系。若准无即两层的关系，迄个圣殿起搁较偌好，起搁较偌水，起搁较偌勇，那安尼即个圣殿的重建，还是讲保持，就失去迄个意义啊。弟兄姊妹，今天是2021年5月1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2篇25到31节，阿摩司书第9章第7到15节，马可福音第4章30到32节。今天要分享的是重建。什么是重建？那在信仰上面有什么意义呢？台湾的教会大概是在2次世界大战之后，大约在30年以后开始，因为经济稳定，然后当然教会礼拜堂也老旧，需要整修的一个时期。记得小时候常常听人家说某个教会要改建啦，要重建啦，那也看到许多的家庭在那段时间也是把旧房子打掉，然后重盖哈。那无论是家庭的房子也或是礼拜堂也好，就是将旧的物品全部都丢掉。那一般的民间的房子就盖起了所谓的洋楼哈。总是听人家说旧事已过嘛，一切都要变成新的，所以就把旧的全部都丢掉了啊。这种完全丢弃的这种去旧换新的方式，其实造成台湾有一段时间历史文物的消失，特别是在教会历史当中，
有看到什么礼拜堂的匾额啊，放在一边啊，日晒雨淋啊，就烂掉的也有了哈。那有一些很传统好的东西，再也很难去找到。近年来，台湾又兴起另外一股的建筑风潮，这个风潮叫做复古。特别是很多年轻人喜欢去找一些老旧的建筑物，那他们就把它维护那把它弄好之后用新的一个经营的方式呢，开启了这种怀旧的店来吸引客人现在目前来讲是可以说是很夯的一个做法其实从这个过程来看，我们也看到这个看重历史建筑的价值，看重人类自己的历史文化，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就是说我们是谁这样的一个议题。那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阿摩斯先知的时期来看，我们知道这个时期的背景是以色列国由耶罗波安二世来统治，犹大国由乌西亚统治，北国呢在这个军事上非常强盛，甚至国土也有扩张然而因为跟迦南的偶像崇拜纠缠不清，他们也因此而得罪了上帝。上帝不喜欢他们那种形式化的那种祭奠，因此差派先知来预告他们将要被毁灭。但是另外也有异象来显示，以色列人被掳呢，如同这个蝗虫的攻击，如同火一样的吞灭。虽然上帝的惩罚是这样如此的严苛，但是上帝仍然应许将要有恢复以色列的这事情发生。让他们在面对被毁的圣殿能有重建的盼望，也可以说上帝在审判的当中带着有重建复兴的盼望给以色列人，这是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的，其实在今天也是赐给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讲重建这个词，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角度或是程度或是方式可以来叙述或是理解啦那比如说昨天我们有谈到这个加州附近洛杉矶到这个山塔卡塔利娜岛的中间呢，在1972年之前，很多的产业公司把它当成一个dump 的一个地方就把很多的废弃物丢在那边，那发现2万多桶的有毒物质。这种生态的破坏要恢复重建当然是困难度非常的大，但是也并非不可能但是也因为这样子，让我们看到说人类总是需要为自己所做所带来的一些祸害的结果付上某这个程度的代价。那最近台湾发生的几件这个警局的事件，那这些事件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好几次有这种可以恢复的一个关键可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比较不好的文化，官官相护啦，或是说跟黑道这个纠缠不清的这个情况呢之下呢，他们失去了许多次的机会，也让警察的声誉在最近被很多人讨论要恢复呢，其实更加的困难。目前看来好像只有一般我们俗语讲的打掉重练全部从制度层面再来改，才能重建人民对这个警察的信心，重建台湾警察的这个秩序回到信仰的角度来看，以色列人的圣殿重建是也是如此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耶路撒冷的圣殿或是耶路撒冷被毁是来自外力，没有错。可
可是问题是肇因于以色列人自己的背离，他们离弃了上帝，所以他们必须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结果惩罚。重建圣殿是上帝给以色列人的一个应许，也因为是上帝的怜悯，也因为是上帝的慈爱，更因为上帝的恩典，让他们能够在被掳又能够归回，不但归回，而且是重建圣殿哈。所以归回跟重建其实是不可分的一个概念，在这个信仰上面。但是在意义上面呢，圣殿重建不是一个建筑物的建筑而已，其实最重要的是表达，或是说他们圣殿被毁是因为他们离开上帝。那重建圣殿要代表的意义是归回跟上帝重新建立好的关系。所以归回是归回他们的故乡，也归回到上帝的一个好的关系、正确的关系上面。所以虽然是硬体上的建筑重建，但是却展现到人跟人的关系，人跟上帝的关系。这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做到，那没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基础的重建，即便是圣殿盖得多漂亮，维持得多好，然后那个形式是没有用的，这个重建是失去了意义的。